嘅係張文彩陪大家睇天氣。上晝天氣寒冷，尤其係新界地區，低溫只係有9度左右。而乾燥嘅冬季季候風補充，夜晚係抵達廣東沿岸，風勢增強，氣溫顯著下降，普遍地區嘅氣溫喺15度或者以下。跟住我哋睇睇11點鐘嘅氣溫啦，係有16度，相對濕度70%，而寒冷天氣警告係現正生效。咁跟住又到天氣先生出場時間。天文台預測天晴乾燥，晚間天氣轉冷，市區嘅最低氣溫大約係12度，新界會再低2度。而聽日嘅最高氣溫大約係有16度，吹輕微至和緩東北風，晚間北風增強。展望星期5上晝寒冷，而預料冬季季候風將會喺週末期間緩和，華南氣溫同埋濕度將會逐步回升。嚟去到下個禮拜初啦，仍然都係幾暖㗎，高溫係喺20度，但係打後幾日啦有幾陣雨，天氣就涼翻少少。預測聽日上晝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係低至甚高，而預測最高紫外線指數係5，強度係屬於中等。嗱，今日係大除夕，美國廣泛地區受到高氣壓覆蓋，天氣大致係穩定，但係受到冷空氣源源不絕南下，氣溫比同期平均係低5至10度，中南部地區嘅降溫就比較明顯啦。另外，由雨雪圖就見到未來2日西南地區州份有唔同程度嘅雨雪，預測賭城拉斯維加斯會有幾厘米嘅降雪㗎，可能會係當地歷嚟大除夕最大嘅降雪量。跟住我哋先睇下美洲城市嘅天氣啊。溫哥華、三藩市同洛杉磯都係天晴，紐約天晴，多倫多多雲，芝加哥天晴。返嚟亞洲，廣州同澳門天晴，廈門多雲。台北都係多雲，上海天晴，北京天晴，瀋陽天晴，首爾都係天晴，大阪會落雪，而東京係明朗，曼谷大風，吉隆坡同新加坡有驟雨，雅加達有雨，胡志明市多雲，馬尼拉有雨。孟買多雲，新德里有霧，卡拉奇係天晴。墨爾本有驟雨，悉尼明朗，布里斯班有雷暴。惠靈頓天晴，奧克蘭係有驟雨。最後去埋歐洲，倫敦、巴黎、法蘭克福同蘇黎世係多雲，而阿姆斯特丹係天晴。仲有唔夠半個鐘就踏入2015年啦，我哋下年再見，拜拜。天氣報告係由挪威專業戶外品牌 Helly Hansen 特約播出。太子珠寶鐘錶特約，瞬間看地球氣候，30載成就愛嘅太子珠寶鐘錶及艾美贊助播映。你稍後請收睇今日財經。